減肥成日都失敗，中醫調理嘅方法又有冇效呢？平時中意食嘢又貪靚，都會研究下唔同嘅修身方法，令自己上鏡更加好睇。今次嚟咗大埔嘅傑能中醫專科中心，今次幫我診症嘅就係張傑能博士。透過把脈問診，醫師會根據自肥原因定製一套適合你嘅減肥方法。最佳配搭咧就係針灸將啲皮膚收緊，藉藥將個體重去減低。事不宜遲，等我都試下先。診所每次都會用上一次性嘅床套，針灸針都係全身嘅，醫師會根據需要瘦嘅位置落針。針灸嘅時候其實都係篤過一下，有少少感覺啫。針灸完之後我即刻再度翻腰圍，發現瘦咗。醫師亦都因應我嘅身體狀況開咗一啲藥俾我，希望幫我改善濕熱嘅問題。入咗中藥之後，我自己排便都順暢咗。嚟緊已經約咗下次再嚟復診。想減肥唔反彈，就要用一啲健康嘅方式減肥。有興趣試下中醫調理嘅話，都可以嚟傑能中醫專科中心試下啦。